在今天来领受不一样的环境，来领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也通过今天的礼拜来聆听神的话语。那在礼拜之前，我们来先唱一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在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领受。好，我们翻开我们的排行圣诗，在320首。通过这个诗歌呢，让我们的心活水有流，让我们的信仰生命能够成为更多的美好的见证。我让马上开始传了，可以传达10万。唱这首排行圣诗320首，活水有流。好，我们一起拍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活水又流出来，哦，又流出来，满溢我身，哦，又流出来，不断地流出去，去使万众人。一方面让自己可以伸展，稍微活动一下哦。好，我们唱那个母语。跟着下来，应该不怕路，我的路在路，我的路上无哪里，为那是吧？平安哦，来跟你周边的弟兄姐妹说平安，平安。好，我们唱的是在活水有流，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活水有流出来。好，那以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牧师。Dalam tiga malam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台南神学院颂音堂。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颂音堂。
教育牧师在这里7年的时间了哈，可是认识其实不太多。你问我哪里好玩，哪里好吃，我还真的说不出来哈。那因为一有空，就是希望赶回去赶回去看孩子，看先生。好，那这个秀英堂呢，它是1963年创立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算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地方，所以有许多的音乐会都会在这里举行。那颂音堂为什么要起名颂音堂？是因为想说是一个文化交流、颂扬福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有防音设备、音乐教室，在1楼，所以音乐系的学生都会在1楼练钢琴。那也有风琴练习室，比较特别的是管风琴这一台管风琴弹的时候，喜欢看他的脚他的脚好忙，对，好像在跳舞一样。好，那我们就预备心，还要开始礼拜。阿里嘎姆对。主要赐福给这样的人，拯救他的上帝要宣判他无罪。Tima setelah asma Tuagatu Nuatmas, Tima makaya atuma, Tuanamasan palabas auma Nuatmas, Maban azua namamua abalum, Katua kakudan, Ainika semukusuku. Doa samiamian, ainika benca ki atas, azmas uli papumamuan, doa namai ducu cao cao, sasan nangwai timadu noa kaki alingan na zmas. Ali jengli senai doa zmas doa sanpika, dusai tai 50 katuta senayan. 台湾圣诗253首，在程序表的后面，我们一起站立来赞美我们的上帝。Mali-mali ana babai to ana siat semas. Setalap angatasun anya jengelan.
tutu ya ima zaman nama teman semuku tanusun masasu lina keban tanuaman isiukang na sugibataman。在今天的主日，我们也借着信仰之礼来到台南神学院，缅怀我们信仰前辈的足迹，感谢你的恩典。Nui zua nasi pasali tanusun anya cemas, kiong aman toa su si paskat, mali-mali alu kiribakan na cemas, ulasu kinaleba agamau gau anya sini patabang ayamana kiaung, anya lihai kemasi patagid, patal matsubung, ulai zua talapalabacan na babak, ana kita tebelan tanuaman. Inuli pinakatongadan, nuanya malalaing di Yesu Kristo. 阿门。会众请坐。Supuita kaino cemas itu taucikan Yohan 10:5 kayan 10:6 makalan。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那我们一起会众，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念华语跟母语台湾语的部分。阿里一起来，请。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Inika timun ana penilik tanuaken, tiaken ana penilik tanumun. Sa gunung papu sensengani tua benangat, tua sikai juan balalau, nuanu bangat. Saka nuna papalanges mun tua kungadan. Kiaung tay kama tua nama timun pabai ang nimadu aya ku balong ai chu kai no zimas。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椅子很舒服哈，我们可以好好的领受上帝的话。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Hello， 喂，有。来到这里牧师很感慨我在这里毕业3次，第一次是教会社会工作系毕业，第2次是道硕毕业。第3次是教会社会工作研究所毕业，所以我在南神整整11年。我们看到应该说9年了，不是11年，9年。我上一次在这边讲话是1994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学生会的会长，所以我是代表全部的在校生。来方送我们的毕业生，所以隔了这么久，30几年，牧师又站在这个台子上面，所以牧师有一些的记忆跟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就30几年，也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来由我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台南神学院。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散步，走到校区。这边还不是校区，这边是宿舍区。你像我们会看到教授的单栋的房子，他们是学习英国的，英国那边的神学院的教授都是独栋的，然后还有院子，我们这边也是按照这样的原理来做。所以在进到校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教室，然后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是古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今天选的这个经文，就是在礼拜堂的后面写的，
对每一个来读神学院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这一段16节的前半段觉得说，不是你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分派你们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是对一个神学生的勉励，也是对一个神学生认知自己的身份，然后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最后感谢这个学校，能够培养我们这些从南神毕业的上帝的仆人，到各个的族群当中去完成这样的使命。每一个学校有每一个学校的风格，每一个学校神学院教出来的学生都不一样。南神有南神的风格，你看见南神的风格就像我一样。穆尼牧师也是南神毕业的，玉神有玉神他们的风格，台神有台神的风格。我们那个年代，郭牧师他们在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穿短裤的，穿吊嘎的。所以你看到南神的学生就是那个样子。你到部落里面，到都市里面，你很少看到南神的学生穿着西装笔挺的，没有，都是跟那些农户在一起的，跟工人在一起的，跟欧丘在一起，那个是南神的风格。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学校，其实我们从历史的源头，这个学校被设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创教的校长，他是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那种生命去教导这些后辈们？会是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风格，或不一样的风貌，或不一样服侍的态度。今天牧师要讲的就是巴克林。巴克林牧师对我们长老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宣教士。巴克林牧师，他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那边长大受教育，然后来到台湾来宣教。巴克林牧师在很早以前就想到说要设立这个神学院，还有隔壁那个教会公报社也是巴克林牧师设立。所以就台湾的宣教历史当中，巴克林牧师是在神学教育，在宣教，用文字宣教这一块，确实是造成了很多的教会的成长，或者是教会的影响。待会我们会去巴克林纪念公园。其实过去还没有那个，我在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公园。我们上汽车那个对面那个小公园，我们常常说那是南神的公园，或者是巴克林的公园。但是后来市政府特别在我们要去的地方设立一个巴克林纪念公园去纪念他。巴克林牧师，我们待会会经过那个他以前他的应该说是院长宿舍的剩下地基的部分。巴克林牧师被差派来台湾之后，他看见了台湾需要的事情。他不只是跟着一些宣教师，实地的去马沙、木栅这边平埔族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所以南神你应该有走吧？有哦，就是走巴克林牧师他们去宣教那条路。所以他不只是在学校里面，
教导学生设立这个学校，让这个学校成为在台湾这些传道人，那个时候几乎都是白浪，让白浪可以在他们白浪的地方，还有平埔族的地方来传福音，来设立教会。巴克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可以从他从小的生命来去思考，很有名的在教会界里面的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巴克里的献身母。他16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个献身。他16岁就跟上帝立约，说要把自己献给上帝。然后更可贵的是，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每一年都会重新再献身一次，他会重新再回到他信仰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热忱，那个愿意，那个服从，跟献上，每一年都重新再回到那个原点去。无论他做了，人家很多称羡他，他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宣教师，或者是他在教会界里面有非常高的地位，或者在教会的宣教的文字上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待会儿我们会去教会公报社看到那个第一台印刷机的复刻版。那个是巴克里牧师回去英国的时候买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没有人会组装，所以他就去学怎么装那个印刷机，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把印刷机装起来，然后学习怎么样来印，让在台南或在台湾第一个报纸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公报，第一期就4页，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公报蛮厚的。可是，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清朝或日本时代，在台湾是第一件或第一个有印刷品的报纸发行在